那就是人手不足，而且出餐特别慢。汉堡卖的那么贵，请多一点员工不行吗？像肯德基、麦当劳、汉堡王这些本来就属于快餐，到时候朋友们看一下它的套餐价格，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蛮贵的。有的套餐甚至卖到80多块钱，有优惠的情况下就还行，如果没有优惠的话，还真的是吃不起。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外卖配送费就不用说了，贵得离谱，好像2家都要9块钱吧。除非附近离得很远，不然叫外卖的话，真的是超级不划算。一杯小的饮料加一个新品汉堡，价格34块钱。不知道朋友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对于快餐来说，这个价格貌似贵了吧？而对于正餐来说，貌似它也算不上。按照惯例，咱们先大概的看一下它的广告，拍的是真的高端啊。100%安格斯牛肉，高达芝士片，法式地溶酱。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有一说一啊，闻起来是真的很香。被火熏烤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独特香气是真的很香。汉堡王在这方面，我认为确实做得挺好的。相比麦当劳、肯德基，汉堡王的面包算是做得比较好的。汉堡里面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有一块安格斯牛肉饼，2片芝士法式地溶酱，还有一些脆洋葱碎和生菜。这一块安格斯牛肉饼还算是蛮实在的，能看到是比较大块而且厚实的。这些是洋葱碎，口感是脆的，味道是甜的，貌似没有吃出洋葱的味道。给朋友们清楚的展示一下它给的量，洋葱碎给的量还可以，不过酱料呢就给的比较少。汉堡王的汉堡出餐的时候拿在手上都是烫的，吃起来整体的口感和味道都算是比较均衡。烘烤过后的安格斯牛肉饼散发出来的油脂香气是真的很香。同样都说是安格斯牛肉，不过我认为汉堡王真的是秒杀肯德基的，口感比较纯粹，而且味道比较自然。相比肯德基的牛肉饼就不用说了，我甚至认为它比麦当劳的牛肉饼处理得更好。不知道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很想听一下大家的感受。肯德基、麦当劳和汉堡王3家的牛肉饼，你们认为哪一家是更好的呢？用的牛肉饼还是比较实在的，而且品质相当不错。但是有一说一啊，里面的酱料呢给的就比较少了。食物相对浮夸的广告照片来说，真的有点货不对版的感觉。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，这个新品汉堡我认为做的相当不错，起码比以前的黑暗料理新品要符合绝大部分消费者的期待。这一个是汉堡王在网上的优惠套餐，26块钱就有10件套了。相比新品，你要追求实在的话，还是网上这些优惠套餐要实惠很多。新品在价格方面，我个人认为偏贵。如果你想尝鲜，可以试一下。若是你追求性价比，讲求实在的话，网上原本有的优惠套餐要实惠很多。如果你要问肯德基在2023年被吐槽的最惨的2款产品，那应该就是 Queso 和锅包肉了吧。当时的口碑可以说是相当的炸裂啊，回想起来绝大部分都是差评。若是小部分顾客吐槽它难吃就算了，绝大部分顾客吐槽它难吃，那它真的就是难吃了。回顾一下肯德基在2023年出的新品，真的有点一言难尽的感觉啊。这一期的视频就和大家浅聊一下肯德基在2023年出的一些新品，浅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，也欢迎大家弹幕留言发表一下你们的感受，对比一下同类的洋快餐。肯德基在本土化方面算是做的比较好的，为了迎合本土的口味，肯德基可以说是很卖力了。根据不同地方的美食，都推出了相应的新品，例如葱油面、4块5一个的蔬菜包、潮汕风味的牛肉丸粥、皮蛋瘦肉粥，肯德基它竟然也有做。如果没有炸鸡、汉堡、可乐，我说它是一间中式快餐，你们应该没有意见吧？就连春卷和东北有名的锅包肉